知到時咧除咗影相之外，做啲咩玩呢？跟我嚟啦 ，Let's go！搭地鐵去到寶華站 A1 出口出，然後去到灣區之眼南區就會見到佢噶啦。呢度睇展覽咧非常之特別啊，係一路睇展覽一路解謎噶。因為呢度咧有好多打卡位啊，咁所以咧如果想影相咧更加出片嘅話，就可以租借呢一度嘅服裝啦。你喺呢度除咗可以沉浸式解謎之外，亦都可以約埋3、5知己嚟影相拍片。咁如果你話你完全唔認識福爾摩斯都好啦，呢度咧都有大量嘅資料同埋復古道具俾你參觀噶，而且咧仲有好多簡單嘅小遊戲俾你玩添。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咧係一定唔會悶噶。而成個展覽館我最中意咧就係呢度專業嘅 NPC 啦，除咗非常之配合我影相打卡之外咧，當我推你去到瓶頸位嘅時候，佢仲會俾啲小貼士我，等我順利去解謎，真係非常之貼心啊！ Hello， 完成咗啦！你只要收集晒所有嘅字母啦，睇到最後嗰個字之後咧，咁佢哋就會給個印俾你，然後咧就可以玩抽獎啦。睇下抽中啲咩先？2等獎。二等獎是什麼？哇塞！原來我抽中咗個小金箔啊，而佢嘅大獎咧就係全展覽中心免費門票喎，祝大家好運啊！行完成個展覽之後咧，仲可以去買翻啲正版嘅周邊同埋去主題餐廳嗰度食嘢飲嘢喎。咁不過嗰日咧就冇開啦，所以影唔到俾大家睇啦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喎，詳細嘅資料同埋攻略咧，我會寫喺文案嗰度嘅，有興趣就睇下啦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話咧，就記得 CLS 啦。我哋下次嘅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